傳統嘅天秤操作需要操作員每次爬到頂部嘅駕駛室工作，唔單止消耗體力，亦都存在安全隱患，成為天秤業界嘅一大難題。平時揸秤做嘢一般都要11-12個鐘，食飯同去廁所都喺天秤上邊搞掂，唔易㗎。不過揸秤人工真係高好多，依家咩都貴，份工對我同屋企真係好重要。如果有科技可以幫到手，我哋又唔使每日爬10幾層樓返工，又唔使喺依度咁細嘅空間，就梗係好啦。我諗有好多新人都想入行試下，就算有畏高都唔使驚啦。SCIL 同 FJD 合作開發嘅遙控駕駛天秤系統，簡稱 UMTC， 利用無線遙控飛機嘅概念，將天秤駕駛室搬到地面，唔單止為操作員提供咗舒適嘅工作環境，亦都解決咗魚翅用線等等嘅棘手問題，徹底根治咗業界所面臨嘅安全同人力問題，告別高危嘅高空工作模式。首先 ，UMTC 用面型識別技術嚟確定操作員身份，而天秤上嘅駕駛室依然有最優先操作權限，可以應付任何突發情況。同時，新系統完全仿照咗傳統駕駛室佈局，操作員無需重新學習同培訓就可以即刻上手操作。新系統利用天秤上多個高清鏡頭，將現場環境同天秤數據同步到室內螢幕，比起以往嘅天秤有更加之靈活同遼闊嘅視野，操作起上嚟更加之得心應手。而喺通訊方面，系統採用咗5G 通訊同埋雙連接通道技術，確保操作同畫面實時同步。而裝喺天秤各個部分嘅傳感器，可以令到操作員掌握現場多方面嘅實時數據。另外 ，UMTC 亦都具備吊重物電子圍欄技術，實時監測吊物喺安全範圍內嘅工作，為現場嘅操作再加多層保障。仲利用咗 AR 技術，將天秤信息融合到實景當中，令到操作員更加容易去了解當前嘅資訊，避免分心。最後，建築團隊可以將 IoT Hubs 收集到嘅新系統資訊進行大數據分析，實行智慧型機械管理。其實地盤環境咁複雜，我哋揸秤好大壓力㗎。做嘢嗰陣時要好專注，少啲集中力都唔得。依家呢個新系統可以多角度睇晒吊重物同地盤環境，無論遠近都一目了然。盲點少咗，自然會更加安全。我哋機手都冇咁大壓力。